大家好啊，我叫 Trader H， 我喺國際金融市場工作超過20年。如果你想知道一個專業前投行策略師點樣運用多年嘅經驗去操作全球股票，我誠邀你哋加入我哋嘅 Patreon。本影片聲音檔、文章、圖片內容純屬資訊分享同教學用途，旨在示範分析邏輯。本人並非證監會持牌人士，所談及分析之市場、資產或者股票任何不論各類形式之申述，並不構成任何投資要約、誘使、邀請、建議及推薦。證券價格可升可跌，甚至變成毫無價值。買賣證券未必一定能夠賺取利潤，反而可能會招致損失。投資者請自行小心求證，衡量風險，應自行尋找獨立第三方專業意見，先至好做出投資決定。大家好，又係我 Trader H。好多朋友想我講下白銀喎，好啊，咁我就講下少少關於白銀嘅古仔各樣，好冇？呢啲唔係投資建議啊，我亦都唔係證監會持牌人啦，咁就冇做呢行好耐。咁如果大家想投資呢啲咁樣嘅貴金屬啊、各樣啊、白銀啊、呢啲證券啊、股票啊各樣咧，就自己揾翻自己嘅獨立投資顧問傾傾。OK， 我只不過喺度分享緊我自己觀點。OK， 好啦，咁今年其實白銀係人都知。基本上橫掃晒所有資產啦，係咪升成167%？其實唔講唔知，基本上佢依家已經成為全世界第3最大最有價值嘅資產。而同一時間咧，中國近排就做咗一件非常之具有戰略性價值嘅事。咁呢件咩事咧？就係早兩日我同你哋講，佢哋停止咗基本上係對白銀嘅出口，係啦。咁點解要咁樣做咧？咁而家拉開少少講翻白銀同黃金呢樣嘢個角度去解釋下先嚇。咁黃金同白銀其實係本質上有少少出入啦。咁黃金其實係基本上係相對嚟講係對錢嘅信任程度啦嚇。因為黃金其實係貨幣嚟噶嘛，係咪？其實黃金係貨幣嚟嘅，好多人都唔知，以為係首飾。其實黃金不嬲都係貨幣嚇。咁你走去銀行嗰度咧，你係可以買金，你亦可以沽金俾佢嘅。咁你周圍你都可以當佢錢咁用噶啦。咁所以黃金其實核心咧嚟講，佢唔係升唔升值，即係價錢啊。其實最重要咧係對貨幣制度嘅信任。OK， 佢係關乎一種叫儲備貨幣啦，同埋究竟係用乜嘢做 backup 咁解咯。而對中國嚟講咧，貨幣呢樣嘢嘅 backup 咧，其實就係黃金。亦都係正因為咁，所以中國咧過去嗰幾十年咧係慢慢靜靜地咁樣喺度吸金，咁係後尾就打造咗一樣嘢叫做上海黃金交易所啦，叫做 Shanghai Gold Exchange， 係咪？咁依家做緊嘅嘢亦都係擴展緊所謂嘅黃金走廊。我之前都講過好多次噶啦，同金磚國家打造一種用黃金做 backup 嘅所謂嘅貿易基礎，係咪？咁大家就唔希望受到美元嘅掣肘啦。自從美國將嗰3000億呢個美金嘅俄羅斯資產凍結咗之後咧，好多國家都當堂即係好驚。咁所以咧就紛紛咧就走去買黃金嚇，因為黃金你同啲國家大家去做貿易可以用黃金互換啊嘛。OK。咁同一時間咧，中國亦都係其實係非常咁公開啦，亦都好直接咁話俾你聽，佢大量咁買入黃金啦。咁啱啱公佈咗佢有2300噸，咁但係條街基本上都估佢起碼都講緊4-5千噸，因為中國係不嬲都係好興咧，係靜靜雞買，同埋一下子公佈都好勁嘅。咁所以咧你都唔需要等佢話俾你聽，佢下一次公佈時期可能係變咗突然間5000億咁樣，導致到金價可能大升。所以咧啲人其實基本上已經預咗佢其實係唔止咁多噶啦。因為除咗佢 report 出嚟嘅數字之外咧，有好多譬如佢哋嘅國家企業都可以買金噶嘛，嗰啲係唔會計落去佢哋嗰個即係公開出嚟個數據裏面嘅。咁其實佢哋中國政府係咁買金，其實基本上都係向全世界講一句，即係如果你想要一個唔係受到美金即係監管嘅控制，唔係受美帝操控嘅貨幣體系咧，你另外一條路，呢條路咧就係黃金。係一種有黃金支持嘅貨幣，咁你可以選擇將啲金存喺自己嘅你哋自己國家，或者存喺中國都得。而且呢套系統咧完全係符合呢個巴塞爾3即係 Basel III 嘅標準嘅。意思即係乜嘢咧？即係咧你係可以咧用呢啲黃金咧作為抵押品向中國借錢嘅，用嚟發展你自己嘅國家經濟嘅各樣啦嚇。咁調翻轉白銀咧基本上咧完全嘅角色係唔同嘅。喺白銀裏面嚟講咧，就唔關貨唔貨幣啊，即係信唔信任啊各樣噶啦。即係白銀其實係另外一種叫做控制世界一種關鍵資源
嘅物料嚟嘅，係啦。咁如果你有白銀咧，基本上你係可以控制所有層面。OK， 咁點解我咁講咧？就係因為咧，白銀咧係用喺依家最多嘅太陽能板啊、電動車啊，嚟緊美國嘅 data center 啊，即係嗰啲 AI 數據中心啦、軍事嘅電子設備啊、飛彈啊、導航啊、戰鬥機啊、衛星，幾乎其實乜嘢都有嘅嚇。所以白銀基本上係全世界 one of the 最好嘅即係導電材料之一啦。呢樣嘢好多人都知係咪？咁而同黃金最大嘅分別咧，就係咧，當啲白銀價格係咁升嘅時候咧，啲工業咧都唔會停止咁用佢喎嚇。佢哋唔會話咧，喂，等啲價錢跌翻落嚟先買啦，係唔會喎，因為佢哋一定要用啊嘛嚇。即係類似好似稀土咁，但係稀土應用層面好狹窄，但係白銀咧應用層面亦都非常之大啦嚇。亦都係正因為咁咧，所以好多年咧，其中一個最大嘅理論就係咧，黃金同白銀嘅價格咧，過去嗰幾十年咧，一直係刻意被壓低、被操控嘅，目的係要令到啲白銀啊各樣咧係要盡量平，盡量啲人係喺工業即係化時代咧係可以盡量用耐啲咯。但係未來呢10年咧，白銀嘅需求咧係會大幅上升嘅嚇。咁呢樣嘢咧係所以導致到近排嘅波動係大得咁緊要嘅原因。咁最簡單就係因為 AI 機械人自動化。同埋全球再軍事化嚇，咁所有政府都想控制高科技噶嘛，咁全部基本上個個都需要白銀。咁而家再加點呢個所謂嘅中國呢個控制緊大部分嘅差唔多70% 嘅白銀嘅提煉、精煉、加工，而家連出口嘅規則都控制埋，所以咧呢樣嘢咧就中國咧係會令到咧邊個即係可以有白銀。邊個冇嘅白銀，佢有極大嘅互話事權嚇，咁所以呢排咧就啲人咧都有得震啊冇得瞓嚇，咁所以咧呢個問題咧唔淨係講緊係唔止係白銀今年升得最勁唔勁咯，係一個比價錢大得多嘅即係深層意義嚟嘅。咁其實中國究竟喺白銀上面做咗啲咩咧？咁呢樣嘢係基本上你可以將佢黐埋落呢個中美對抗呢個大格局裏面嚟講嘅嚇，同埋即係佢係對呢個商品市場啊、全球市場啲投資者啊，同埋就算你冇揸白銀嘅人咧，其實都意義重大嘅。咁基本上咧一個好簡單嘅問題啦。咁啲人成日都話喂，而家升咗好多咯，究竟白銀值唔值咁嘅價錢啊？咁其實值唔值幾多錢咧？其實係個市場話嘅嚇，咁唔係話即係你同我睇個價錢升幾多就幾多，啱唔啱先？咁基本上市場咧淨係負責一樣嘢嘅啫，就係叫 price discovery 啊嘛，係咪？就係發現個真實價格。而全世界咧有好多白銀市場咧，咁基本上咧最重要基本上係兩個嘅啫，一個就係 COMEX， 即係美國嘅 COMEX， 一個就係上海嚇。咁COMEX 咧喺美國嚟講主要係白銀期貨交易所嚟嘅嚇，咁亦都係西方世界即係主要嘅炒賣白銀嘅地方啦嚇，咁即係講緊 price discovery 啦，即係價格發現到嘅真實價格嘅地方嚟嘅。入面嘅呢個交易所裏面嘅大部分咧都係礦商啦，即係對沖白銀升勢或者跌勢嘅嗰啲交易商啦嚇，製造商啦，即係或者同埋純粹係炒賣嗰啲投機者啦。咁喺 COMEX 入面嘅倉庫入面咧，白銀係分成兩大類嘅。第一類咧就叫做 eligible silver， 係啦，即係咧有人咧存啲白銀喺度，就唔係用嚟賣嘅嚇。咁例如啲乜嘢咧？即係咧，譬如啲 ETF 啊、銀行啊之類啦嚇。咁另外咧，第二類咧就叫 registered silver 嚇。咁即係話，如果有人想用咧，啲實體嗰啲白銀咧攞嚟交收啊，去結算嗰啲期貨合約啦，各樣咧，呢啲白銀係可以攞嚟交收嘅。OK， 咁但問題就嚟咯。依家喺 COMEX 呢個交易所入面咧，真正係可以交收到嘅 registered silver 咧，而家淨係得返大概1億2千萬至1億3千萬盎司嘅嚇。咁但係全球一年咧白銀嘅需求去到11億、12億嘅，咁即係話咧 COMEX 入面咧係只能夠大概應付到10% 嘅需求啦。嗱，我遲啲喺第二啲片度我會再解釋俾你聽個供需層面係幾咁實行先。OK， 而家淨係講翻啲好簡單、好表面上嘅嘢，你同我都會明嘅嚇。所以所有嘅交易員咧，如果同一時間係想提取呢啲白銀嚟做交收咧，根本係交唔到嘅嚇。所以 COMEX 呢個交易所嘅設計咧，從來咧都唔係攞嚟呢個供應全世界嘅即係實體白銀嘅，
而係基本上係作為攞嚟做炒賣啦，基本上仲用嚟係用現金結算啫，你係唔會可以攞到實貨咁樣嘅。咁但係如果咁講話，如果大部分嘅投資者其實係唔想即係真係話要攞實物嘅，咁點算咧？因為大部分人開始了解到呢個層面啊嘛，係咪？咁呢個問題就大啦，因為人嘅行為開始改變啦，個個啊想攞翻2-3條白銀翻屋企喺度擺啦，啱唔啱啊？咁問題咁啊大件事啦，咁呢個情況咧就要去到市場層面睇啦，就要去上海咯。咁上海變得好重要啦，因為上海嘅白銀價格咧其實經常性咧係高過 COMEX 嘅。咁原因好簡單，因為上海反映嘅咧係中國境內嘅真正嘅實體即係交收嘅價錢嚟嘅，即係實物啊。而 COMEX 基本上係一種叫 paper silver。係啦，咁如果上海嘅白銀咧係比 COMEX 高幾蚊嘅時候咧，咁其實就係代表緊咧，即係有保證交收嘅，即係交收到嘅實體嘅白銀咧嘅升值係速度係快過紙白銀咯。好似今朝咁啦，我見到上海嘅實體白銀咧，其實咧係仲係高過 COMEX 嘅白銀大概6蚊度嘅。咁我以1盎司嚟計啦。咁中間咧差唔多係成6蚊美金，呢種歷史上嘅差距係非常非常罕見嘅，通常都係1蚊都好少見嘅。其實1-2蚊已經係好極端㗎啦。咁點解？因為有一樣嘢叫套利啊嘛，之前講過啦，就我哋叫 arbitrage 啊嘛。因為有啲人會去啲平嘅地方買，跟住去啲貴嘅地方沽咯，咁可以好快咧就將兩地嘅價錢可以收窄嘅。咁而家6蚊呢樣嘢唔係講緊維持幾個鐘喎，仲要成個假期啦，流動性咁低嘅情況底下咧，咁即係話俾你聽一樣嘢就係實體嘅白銀咧，基本上嘅流動性係出現咗問題嘅，係啦。咁因為上海嘅嗰種白銀嘅價格咧係反映緊中國境內，即係佢哋實質要用嘅即係白銀同埋佢存放啊、交收啊嘅真正嘅成本咯。而呢啲白銀咧，正正就係要用嚟做咩太陽能電板啊、電子產品啊、電動車啊呢類咁樣白銀嚟嘅。咁相比之下咧，西方嘅市場咧係講緊係more on金融啦，攞嚟做 paper 啊咁各樣係紙上邊嚟嘅啫，係用現金嚟去做結算嘅。咁如果呢兩種系統開始分裂嘅情況咧，我哋亦都見到開始出現有好大嘅差價，咁通常意味住咧實體供應一定係收緊咗。咁呢個咧就主要嚟係個問題，我哋見到嘅。咁而家同你哋講翻以前有少少歷史啦嚇。咁中國其實喺講中國經濟啦，其實近代嚟講咧長期都其實唔係靠黃金嘅，其實不嬲都係靠白銀嘅。呢樣嘢應該好多人知啦，我哋睇戲都知啦，係咪？中國嘅稅收啊係用白銀嚟俾嘅。咁所有嘅大項目交易啊各樣咧，其實都用白銀結算嘅。即係外國人同中國做生意咧，以前都用白銀結算嘅。貿易盈餘啊各樣啊盈虧咧，都係用白銀計嘅。所以咧就其實喺好長一段時間入面咧，中國其實都係用白銀係做本位嘅。亦都係因為咁咧，中國咧係應該係人類歷史上咧最大白銀嘅消費國之一嚟嘅。由一個1500年至1800年呢幾百年裏面咧，所以有好多大量嘅白銀係流入中國嘅。因為當其時中國係用好多白銀啊嘛，所以但係如果你係當其時想接觸中國嘅生產力各樣咧，而當時中國係啦，亦都而家都仲係世界工廠係咪？當時亦都係嘅，你就一定要俾白銀嘅，係啦，呢個就係當地嘅 currency 嚟嘅以前。咁即係重點係咧，白銀對中國嚟講唔係淨係一種貨幣咯，最重要係白銀其實係穩定咗中國成個經濟體系嘅以前，係啦，咁佢穩定咗國家收入啦、稅收啦，亦都穩定咗物價，穩定咗呢個稅制而且係幾百年嚟一路都行得通嘅。咁但係後尾出現咗大問題，而呢個問題咧就係成個系統最致命嘅一環。咁係乜嘢咧？就係1930年代咧就俾呢個美國嗰邊咧就整瓜咗，因為當其時1934年咧，美國就通過咗一條新法案，當其時叫白銀收購法。咁呢條法案咧係逼美國政府咧係大量買入白銀嘅。咁結果係點咧？白銀價格就飆升。咁飆升咧會有咩後果咧？當其時開始咧，對一個即係好似中國咁用白銀貨幣做基礎國家嚟講，簡直係大件事、大災難。因為嗰啲白銀咧就好快咧俾人抽走，就離開中國。咁應該原本留喺國內，即係支持即係國內經濟嘅錢咧，就揈一聲咧就去咗美國嗰啲咁嘅地方。咁原本攞嚟支撐自己貨幣，咁大量流失，咁咪物價咪下跌咯。因為錢少咗嘛，咁冇辦法啦。咁即係變咗通縮。咁開頭通縮你冇問題啊，啲嘢平咗係咪開心啲？係咪短期嚟講係啦？但係長期嚟講咧，
啲人就唔消費㗎啦嘛。通縮嘅話，我諗97、98年香港好多人都經歷過通縮係咩環境啦。啱啱啲嘢越嚟越平，越窮越見鬼，個個唔投資，跟住啲銀行又爆煲，跟住又唔請人，咁啊個經濟係直頭好似黑洞咁一路向裡面吞噬，係咪？所以咧如果你要知道咧如果聽日啲嘢係平咗嘅，咁你都係聽日先買啦，你唔會今日會走去買㗎嘛，係嘛？咁但係當你1億幾千萬人都係咁諗嘅話，咁個世界咪停咯。所以喺1935年嗰陣時候咧，中國基本上係正式放棄咗銀本位嘅轉去做翻貨幣制度咯。重點就係咧，唔係因為咧白銀呢樣嘢唔 work 咯，係因為咧中國當其時咧就明白到一種即係極度重要嘅理論或者教訓啦，就係咧，如果你嘅經濟係依賴一種咧你自己冇辦法控制嘅所謂嘅物料啊、原材料各樣啦，即係金啊銀啦，其他國家一定會咧對付你嘅，將呢樣嘢武器化。所以咧我覺得咧，中國政府從來咧係冇即係真係冇忘記咗呢一個大教訓咯，唔係即係一種教訓啦，唔係大教訓嚇。咁你即係如果你今日諗翻當其時中國嘅歷史，咁你就知道點解中國今時今日要咁樣去部署，咁其實變咗成件事咧就好合理，你亦都會睇得到嚟緊個世界會點樣發展咯嚇。咁問題又嚟啦，咁又咩問題咧？咁中國近排又做咗啲咩咧？咁咧就又係講地緣政治啦。咁早排咧10月11月咧，中國咧就整咗單嘢嘅，咁將白銀咧就重新分類咗，就變咗咧所謂嘅白銀咧係一種叫軍民兩用嘅出口管制嚇。咁即係咩咧？一種咧原本係可以攞嚟做民用性質嘅材料咧，同時咧亦都可以用喺軍事啊戰略用途嘅咧，就會被列入一種新嘅清單。呢一種清單咧就變咗唔係可以自動化咁出口啦，咁你係需要政府審批嘅。咁呢一步咧，咁中國行咗之後咧，就啲人冇得講啦，因為戰略儲備啊嘛，你又唔係唔俾出口，你只不過要審批啫。所以但係咧，如果你中國直接係唔俾出口嘅話咧，咁國際一定大反彈啦，啲人會鬧啊，係咪先？咁美國尤其是啦，咁外交層面亦都會好多摩擦。咁但係依家佢而家唔係話禁止白銀出口，佢只不過係話我要監管啫。呢一種係一種對我哋嚟講係一種好緊要嘅戰略資源。咁即係話咧，規則咧係佢寫嘅基本上咧差唔多係冇乜咩公司係可以符合資格出口喎。咁有嘅幾十間咯，因為好大嘅公司咯，就會有機會攞到牌照但係最終批唔批咧，都係由政府決定㗎。基本上呢一步咧，即係等於咧原本即係開放嘅市場咧，即係7成嘅精煉嘅白銀咧，基本上咧就閂門。咁咧就係呢個問題咧，就係中國開始咧就對西方嘅反擊，要拖慢佢哋嘅 AI 嘅發展進程。喂，咁呢條片講到呢度先。咁如果有興趣嘅，一陣再聽。拜拜。我哋近期嘅交易表現真係相當唔錯㗎。Patreon Tier 1嘅會員可以每日獲得40隻美股完整嘅交易資料同埋 PQR 分數，保持最新嘅市場資訊。而 Tier 2就涵蓋咗 S&P 500、量子電腦、高增長板塊以及全球 ETF 嘅 PQR score。如果想每日緊貼我哋嘅交易同埋掌握更加多嘅投資機會，歡迎你哋加入我哋嘅 Patreon。